边的乡镇，冬天吹东北季风，真正是会甲人吹倒。为了分住所的环境，就接到民众通报讲，有一位附近人被风吹倒，环境嘛随去关心。民警赶往现场，发现一老妇人脸色苍白，手脚渗血，瘫软倒在路上。根据了解，伊是要行落去拜拜，煞伫路啊，被风吹倒。环境嘛随联络家属，搁有通知伊救来救援。必要时，可随身携带身份联络资料，或向乡镇公所申请天伦抵夹走还。环境嘛提醒，出来若是有年岁较大的时段，要加注意。出门上好是有人陪伴，避免发生意外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